受洗礼。囡仔耶稣在拿撒勒树下，甲老爸约瑟学目工，伊做内爸孤单无输人。老爸早死，伊着遗弃老母甲兄弟。大约到30岁，伊就决心要出去传道理。这时有一个听说的约翰，早耶稣出世6月日，伫犹太旷野地传反悔道理，侪派人来听伊讲道理，煞反悔因的目标。约翰随伫约旦河里甲因听说的来做反悔证据。耶稣去召群伊，开喙就问，甲我说的好唔？约翰听着一听讲，我对地，你对天，我袂堪比安尼。耶稣讲，我已经真做人，所以着承受人所着承受的洗礼。对安尼，约翰接待耶稣行洗礼。耶稣受洗礼了后，忽然天开，上帝神降落伫伊的顶顶，佮对天里有声讲：着听，着听，这是我的囝，我所欢喜、所听的是伊。